顶个月9月初4，台中市因为海葵风台宣布停班停课，连公车都拢停驶，引起民众不满。有议员就建议讲，应该明确定出风台天公车停驶标准，希望会当兼顾到民众坐车的权益，也有交通的安全。伫台湾大多上等公车是真侪台中市民的生活，不过讲到风台天，可能无公车通坐，不少人感觉无方便。就没有办法出门啊，像我们都没有自备交通工具，那一整天都要待在家里，没办法出门了。顶个月4号海葵风台来袭，台中市宣布风台假停班停课，不过并无明显的风雨，不少人出门要坐公车，才发现公车规工拢无开，就连要骑U-Bike，嘛发现全日拢无提供服务，引起民众抱怨。议员建议应该紧日订定风台天的公车发车标准。那在双方有一个安全，然后兼顾搭乘权益的之下取得一个平衡，然后让民众也可以出门也可以安心的出门。那假如说今天台中市有制定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的话，让我们的公车司机业者有依法可循。那这样子他们也可以就是去要求说，就是公车司机业者出勤。市府后来将山猪潮伫10月6号小见风台来袭的时阵，将头班车延到7点半到8点来发车。全日超过34班的公车路线，减少发车的班次以外，其他路线以假日的班表来发车。并台风期间，本市任意行政区风力平均达7级或阵风10级以上时，公车路线则全面停驶。其后再视风雨情形，逐步恢复公车营运。台中市交通局表示，已经甲业者开会来讨论，积极订定办法，就会伫取得共识了后，以及顾及驾驶权益了后，再来进行后续的讨论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